今日呢一堂係要訓練你哋談判技巧同埋應變能力。你哋試下好投入想像一下，有一日去到一個案發現場，見到有個匪徒揾把大刀扛住咗個男戶主，而男戶主個太太咧就嚇到要即刻擒槍逃生，分分鐘喺30樓跌落街。男戶主個阿媽仲慘，俾個匪徒嚇到佢發羊吊，攤咗喺地下嗰度點下點下，不知幾辛苦。而同一日，男戶主佢嘅大女咁啱穿咗羊胎水，呢個時候要即刻生 BB。咁多危險因素加埋一齊，你作為第一個到達現場嘅警員，你會點做咧？927，你答。啊，冇咁巧啩？就係咁巧，即刻答。唔准商量啊！我哋喺度扮緊商量，引開嗰個傻佬嘅注意力。咁跟住咧？之後唔知啊，個情況咁複雜，咪拖得一陣㗎啦。咁淨係冇答過啦。我係唔識答啊，你答晒佢啊，你威啊！呢個時候，你哋最緊要咧就係穩定持械者佢嘅情緒，同埋引開佢嘅注意力。咁如果個持械者好酷，唔肯同你傾偈咧？咁你咪用李天命嘅思路藝術，跟住呢個持械者嘅思路去，慢慢你就揾到話題㗎啦。咁如果同你講皆大歡喜啲劇情，你點答啊？咁若果佢係一個印巴籍嘅持械者，咁你言語不通，係咪點咧？冇咁巧啩？就係咁巧，唔准諗，即刻答。